我係黃浩明，係新一屆地產及建造界功能組別嘅立法會議員。我本身係一個專業測量師，從事咗地產發展已經有40年。過往主要嘅工作咧就係土地儲備、農地嘅改劃啦、舊樓重建啦。我對於房地產嘅發展咧相當有經驗。我相信喺議會當中咧，可以將我業界持份者嘅諗法咧話俾政府聽，亦都將政府唔同政策嘅原因，亦都介紹翻俾持份者，希望達到一個超級聯繫人、一個超級溝通者嘅角色。咁你提出市區同埋新發展市區嘅優勢互補咧，其實有啲咩嘅具體建議喺議會當中咧係點樣推動嘅咧？我如果睇舊區重建咧，私人市場如果次次都要蝕嘅，係唔會有人做嘅。咁我哋希望提供多一啲經濟上嘅誘因，例如如果係市區重建項目本身未必太過計得到數嘅話，可能我哋要搭一啲嘢落去，加埋新區，例如北都嘅土地，令到個發展商可以有足夠嘅誘因。你希望推廣嘅新建築科技咧，其實具體係指邊一類咧？其實對業界嚟講咧，有啲咩好處咧？我哋透過一啲所謂 BIM 建築資訊管理系統咧，希望可以達到一個共同嘅平台，令到唔同嘅系統都可以溝通到，咁從而咧就係令到審批未來嘅維修都簡單啲。最簡單，例如呢塊磚爛咗，我喺個系統度已經好快揾翻當年係用咩磚、乜嘢嘅圖案，我只係撳一個掣，即可以買翻塊新嘅出嚟換咗佢。如果內地企業同本地企業可以併船出海，大家一齊去投標海外嘅項目，可以一齊再出發，再做大啲。